来关心新北市幼儿园饲囡仔药癌案件继续的传烧。卫生福利部公布10指某囡仔防验出微量的苯二氮丙类的药物反应。新北市政府今仔证实讲，进前邦桥有4个验出微量苯巴比妥药物的囡仔检体，已经搁送去台北营总检验了。另外，针对全国教保员要推动拍算要推动无要饲药啊，新北市副市长。是强调讲，唔通互假信息破坏家长、老师佮学生的信任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表示讲，行政院已经成立跨部会小组，会来确定所有检验的标准，望讲会当稳定幼托体系。新北市幼稚园饲药的案件风波也未停歇。卫福部公布10指验出微量苯二氮丙类药物反应的囡仔，这波2个检验是阴性。新北市府19证实，进前邦桥幼稚园4个验出微量巴比妥囡仔的检体，嘛有送去台北营总检验当中。我们当时在入园的时候呢，有4位有验出微量。那这4位的这个检体呢，我们都已经送到北荣的质谱仪去做检验。那目前是在检验中。新北市表示，有持续稽查管制药品，目前已经稽查845件，流量并无各样。面对中华民国幼教联合总会按算要发起停止饲药的服务，副市长刘浩然强调讲，唔通互假信息破坏家长、老师甲学生3方面信任的关系。幼儿生病不入校，老师不喂药，其实是很沉重的10个字哈。可如果被误解，因此而破坏了信任感，我们的亲师生之间，尤其在幼儿阶段。老师跟家长之间的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。新北市宣布开放全国6岁以下囡仔会当去新北市公会做采检。然后人嘛解说讲，这并不是鼓励家长专工带囡仔来做采检，若有需求会当先打电话咨询。行政调查的部分嘛会全力来配合司法。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呼吁新北市府爱注意医疗容量的问题。成立跨部会的这一个小组，然后透过这个小组呢，来确定所有的检验的标准，以及盘点全国幼托的系统，希望稳住我们的幼托跟幼教的整个体系。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认为讲，卫福部17暗时就收到非正式的检验报告，是安怎不爱随公布，要拖到18，这个是政治操作，呼吁检调爱赶紧理清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